第一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俗语讲，好产地不如好子弟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有钱不如好好栽培子孙，有好的人品、较学问，才会当出头天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蚕，读次安蚕第5条。蚕就是讲会当种植，或者是讲有资源用来开发的土地。一般蚕拢是专门讲种球啊，有漏水的，又是咱咧讲的水蚕。假使讲若是种花、种菜色果子，或者是无漏水、无灌溉，咱讲是鱼。另外无阴蚕的，咱会讲是旱蚕。落瓜毛的蚕，咱讲是烂蚕。另外，还有插鱼啊，人讲是布蚕。庄脚有人讲是蚕庄所在，特别有人情味。假使讲若是两边互相无交叉，咱讲是蚕无交，水无流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田，像咱讲丹田，就会读文音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犁蚕，本地意思是讲做蚕要种植，用牛来牵犁来翻土。现代嘛当讲是形容骑机车或者是骑铁马一个跋倒了后，因为倒车犁蚕。第二个词读做产蚕高蓄水。字面的意思是讲，因为欠营养的产地，假使讲若是要灌溉因蚕，都要用更较济水。这意思就是讲，细粒子的人颠倒较高吃，较高推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产蚕高蓄水，伊生做网东丢啊，算是真高食、真高推。也毋过人细粒子骑一台机车大猛者，敢若是乌手骑水牛，强强要抓袂牢，互人看了到地真烦恼，讲伊的犁蚕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蚕，另外一个音读做田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